呢座小眾海島真係滿足晒浪漫嘅所有含義，需要坐船先至可以抵達，所以獨有一份寧靜，佢就係桂山島啦，非常適合城市牛馬、大話家庭周末嚟放空，唔趕時間，放慢腳步，同我一齊上島，做一日快樂小島民啊！嚟了啦！出發前喺網上或者現場買好船飛，從香洲港出發，大約需要50分鐘先抵達桂山島。上船之後建議坐右邊，咁樣你就可以收穫日月貝海上同框。如果會暈船嘅朋友，最好都係備住啲話梅或者防暈貼。桂山島從碼頭分為左右兩邊嘅景點，建議先玩左邊。第一站就係呢個網紅斑馬線，背景直接就係藍天大海，隨便行一行都好有韓劇 feel。斑馬線嘅旁邊就係呢一間好得意嘅貴小包店鋪，門口嘅斜坡影相都好出片噶。跟住我哋就爬上咗有廣東小墾丁之稱嘅愛民路，就係成個桂山島至靚嘅地方。盡頭就係無邊無際嘅大海，咁嘅風景比幾千蚊出國嘅嗰啲仲要正。愛民路附近嘅每條巷都收埋住好多靚嘅機位、塗鴉牆，走街串巷一定會有驚喜。午飯就去碼頭邊嘅海鮮市場，然後大排檔加工又得。等陽光冇咁猛烈，就可以開始玩碼頭嘅另外一邊啦。途中會經過沙灘啦、燈塔啦，家長帶小朋友嚟就可以喺呢一度解放雙手啦。最後去埋桂山艦紀念公園，行下嗰條壯觀嘅沿海棧道，慢慢睇住陽光喺海面上化作點點星光。一定要趕上5點嚟到嗰班船，骨子海日落一定可以睇到。呢一次旅程玩得輕鬆又盡興。如果你都厭倦咗城市嘅快節奏，不如搵個周末嚟桂山島幫自己放個假，充滿電再出發啦！